最近演出很多啊，刚刚在艺术博览中心看了一场评弹表演，现在带镜子来圆融喝下午茶。这家店蛮有特色的，就在地铁站里面。前2天我妈带我来喝了一次。2杯橘子红茶。伙夫说还吃，唉，还是有点不习惯了。爷爷走得太突然了，时常都会想到他。在这里也希望天底下所有的长辈都能身体健康、幸福快乐。